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睇一套屬於係林森比亞迪商圈嘅3+1房哈。呢套咧面積係112平嘅，即係1200尺咁樣啦。小區園林咧樓根距咧都非常 OK，似新嘅小區哈，交樓得幾年咋，成個小區好新淨，性價比咧可以話吊打成個片區。就算最平嘅嗰個榮喜園啊，佢毛坯都要6800。呢套咧拎包入住總價先79.8萬，價單計落嚟先7001蚊咁樣啦，真係平靚正啊！中意嘅話真係要收費喎。佢呢套咧戶型設計好靚啊，門口咧贈送咗一個房間，南北通3個露台嘅設計。除咗餐客廳各有一個露台之外咧，佢主臥呢度仲有一個露台嘅喎。裝修咧都做得好靚啊，全屋都係大牌精裝嘅。所有嘅材料呢啲都係可以砌得到嘅，板材嗰啲級別咧都係 ENF 級嘅。我唔做串房啊、獨房啊嗰啲天打雷劈嘅嚇，大家放心。我哋呢啲房咧都係正常通風一段時間就可以拎包入住噶啦。比亞迪商圈大家都好熟悉啦，門口就係5大商圈，好多美食啊，夜晚仲有燈光夜市啊。呢個區位去深圳都方便啦，南深3公里，樓下就有巴士直達嘅。我係阿斌，為咗想睇咩樓話我知。